我想要挑战，讲我会当冻到什么程度？这别咧争啊！我想要挑，我真的假的啦？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若来，我拢想要试看我你想要来？我会当做到什么程度？这里。 40。好40。哦，搁我都无啦，下你要画停呢。我感觉头壳阮伫边仔看是还好。我准起来是准到头壳。安尼你要系一个安全帽无？你个无惊一个呢？系啊。 60。你确定 ？OK， 你讲。 在面听有无？唔通高强哦。好，安尼好啦。偷回呀！我甲恁讲，迄什么感觉？你知哦？什么感觉？你有听过过山拍牛无？哦，我这准着了，我毋是用手去动吗？结果手的力，我动了，伊迄准起来，准着我的身躯，结果佫准着我的颔棍啊，规安准落。哎呦！你要试看卖无？唔通啊！我感觉你试过我若佫加起嚟，我会受伤。唔通啊，唔通。因为我这个人是安尼啦，60就及格啊。